哦。快点，快点上。哦。再给。又扣没上了。那咋了？我就想了，你说咋了？你上着了，下着了，走着了，就是了，你爱咋了咋了，无人在意 ，OK。哎，这话谁要想问这多谁要是的，哎，不对了，妈妈，又咋了？我之前说我去不干了，我让你给我买青蛙王子了，800年过去了，你不是青蛙王子了，我连青蛙的一根腿都没见过。你这纯属冤枉我儿子！我没给你买青蛙王子，那是因为我觉得他配不上你这高档的气质，懂不懂啊？我给你买的是高档的面膜，亲子版的，这玩意儿不比那个滋润呀啊！来，我给你戴上试试。是我做给你的，妈妈对我了。那包子，给劲了，给劲儿，太滋润了，太滋润了。你别骗，那是一张贴纸而已。哎呦，人家不是高档面膜，技术了，现在技术害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怎么啥呀？